箴言和合本第31章1至31節，利慕伊勒王的言語是他母親教訓他的真言。我的兒啊，我福終生的兒啊，我許願得的兒啊，我當怎樣教訓你呢？不要將你的精力給婦女，也不要有敗壞君王的行為。利慕伊勒啊，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。王子說濃酒在哪裏，也不相宜，恐怕喝了就忘記律例，顛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可以把濃酒給將亡的人喝，把清酒給苦心的人喝，讓他喝了，就忘記他的貧窮，不再紀念他的苦楚。你當為啞巴或譯不能自辯的開口，為一切孤獨的申冤。你當開口按公義判斷，為困苦和窮乏的辯屈。才德的婦人誰能得着呢？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。她丈夫心裏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。她尋找羊絨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她好像商船從遠方運糧來，未到黎明她就起來，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，將當造的工分派婢女。她想得田地就買來，用手所得之利栽種葡萄園。她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臂有力。她覺得所經營的有利，她的燈終夜不滅。她手拿捻線竿，手把紡線車。她將手濟困苦人，伸手幫補窮乏人。她不因下雪為家裏的人擔心，因為全家都穿着朱紅衣服。她為自己製作繡花毯子，她的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作的。她丈夫在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同坐，為眾人所認識。她做細麻布衣裳出賣，又將腰帶賣與商家。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，她想到日後的境況就喜笑。她開口就發智慧，她是上有仁慈的法則。她觀察家務，並不吃閒飯。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稱讚她，說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獨你超過一切。艷麗是虛假的，美容是虛浮的，為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。願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願她的工作在城門口榮耀她。